今天是噶举祈愿法会的第2天，这也是我们第2天的普贤行愿文的课程。在金光明经里面呢，在金光明经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就是说呢，我们要认识到一切的众生呢，都有着就是想要远离痛苦得到快乐的这样的心，而我们也要呢有一种承担的心呢，去就是为了一切的众生能够得到快乐跟远离痛苦，负起这样的责任。尤其我们今天在这个圣地聚在圣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时刻，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因为平时我们的想法当中都会带着很多的错误，或者会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等等这样的思想。但是呢，现在在这里我们需要升起一些善的思想，就正面的思想，也就是要和平常的时候不一样的一种思考跟思维啊，这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要去努力去做到，要去改变的。所以接下来我就要继续昨天的课程。今天所要讲的部分就是广修供养跟忏悔业障。基本上普贤菩萨讲到有10大愿，那在这个10大愿当中，首先讲到的是顶礼，是礼敬诸佛，是昨天我们已经讲过的。而第2大愿呢，就是称赞如来赞叹。但是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第3跟第4这2大愿。第3大愿呢就是供养，第4大愿就是忏悔。大家茶都喝完了吧？好像饼都还吃，面包还都吃一半哦。
好，那我们首先讲到的是供养。讲到供养的时候，有属于显称的供养，还有密的供养。但在这里是与显称有所关联的供养，也就是说跟显称的大乘的经文为依据所讲说的供养方式。那在这里面有一般的供养，还有无上的供养。为什么要分这两种，一般的供养跟无上的供养呢？因为其实所谓无上的供养跟一般的供养呢，这是比它这个广泛度跟广大度来做的分类哦。那所以因此是比一般的供养更广大、更殊胜、更广泛的供养，那就叫做无上的供养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偈颂是以诸最胜妙华曼伎乐图香及伞盖哦，这以下的这些偈子，大家都应该可以看到。所以以诸最胜妙华曼伎乐图香及伞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胜衣服、最胜香、末香、烧香与灯烛，一一皆如妙高具，我悉供养诸如来。一直到这里，那这两个偈颂是属于一般的供养。像在几天之前我们讲过了菩提道灯论的课程，在菩提道灯论里面说什么呢？他有说到一个偈子，就是说用各种的这个香花图曼呢来作为供养，有讲到这一段哦。所以我们呢将所有的这些物质所能拥有的物质呢尽所有的去供养。这里不是说只是用一点点或少分的去供养哦，而是说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们都将它拿来献作供养。就像讲供仁波切在了义灯论里面呢，了义句里面也说，就是说在里面说我们常常把好的东西都是自己留着用，然后把一些比较不好的呢拿去做供养，然后心里还想着说呢用我这无上的供养呀，然后让我们能成就佛果等等哦，然后还说这个是我最好的供养，请佛陀来接受纳受哦。但其实呢不是我们不做供养，而是我们呢都是把这个好的东西比较好的都是留着自己用，但是把一些旧的不好的次等的就拿去做供养了。就很多人是这样子哦，或者是呢有些人吃剩的一些水果呀，拿这些剩下的东西去做供养。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做，而是说我们任何所拥有的一切物质，最好的拥有的物品物质，我们都要尽所有的用这种心去供养。在这里就有讲到是有华曼，然后妙香、伎乐、伞盖，还有衣服、圣香、末香、烧香、灯烛等等，这边都有讲到是什么样的东西做供养。比如说像涂抹的香，或者是点燃的这个烧香等等，这一切。所以我们这边有说过，就是有7种供养哦。当然在这7种供养里面，它其实种类也是非常多的。像中顿巴大师呢，他就说就好像说这个
最胜妙华曼啊等等这些，有很多其实是没有算在这7个里面的，但是呢我们也都自己要就是说认识到，就是说属于这些种类里的都是可以拿来做供养的。另外还有就是用我们的心意或者是我们的观想意念去做供养也是有的，比如说有各种珍宝所做成的，有各种珍宝啊，珍珠、珊瑚、璎珞、琥珀等等所组成的各种美妙的物质或美妙的花朵，或者是以这个花的形象有这种任何有这个花的样子的东西，或者是由风吹过之后呢，就会发出这个香味的任何一种芳香。或者是呢你尝到任何的味道，那都是非常的这个美味的东西以及呢你穿在身上任何的这个舒适的能穿的美妙的这些衣着，等等，这一切都是可以拿来做供养的。所以在这里讲到像各种的颜色的花朵，各种颜色的这个花蔓，在这里的花蔓是过去印度的一些习俗，就是用花穿成像这个项链一样的这种链子等等这一切。另外呢，在这边是这个祭乐，祭乐不光只是音乐，音乐呢它也包含了各种的乐器，比如说琵琶呀或笛子啊等等这一些各种的乐器，或者是敲击的乐器，或者是像这个挠拔等等敲击的或打击的这些乐器，也就是任何的能够发出乐音的这些乐器跟声音，也都是我们可以拿来做供养的。还有讲到涂香，涂香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涂在身上的一些这个芳香，比如说像香水啊，或者是用各种香料做成的一些涂在身上，能够让产生芳香的这种香料。就好像在印度以前呢，有一些这种药，因为它印度非常的炎热，所以有一些东西做出来好像涂在胸口这里呢，就会让你全身感受到比较清凉。像这一些呢，也都能够算是这个涂香哦。那还有各种的灯烛啊，那这种灯烛其实也不光只是灯火，有一些是自然的灯明，比如说太阳跟月亮，还有我们现代我们使用的这些灯啊，就电灯啊，或者是亮的照明的灯啊等等，这一切也都可以算是在灯烛里面。那还有各种的这个烧香哦，烧香也可以有一些是自然的香味，自然的芳香，或者是燃烧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很芬香的味道的，这些也是可以拿来做供养的。
还有呢，像这个衣服，比如说有这个夏天穿的或冬天穿的冬衣、夏衣等等，这些也都是可以拿来做供养的。还有像这个伞盖哦，伞盖也有一些是比如说是用各种的珍宝啊，或者是用琉璃等等所做出的非常美轮美奂的珍贵的伞盖。然后并且呢是能够让这个冬暖夏凉的这样的伞盖，然后另外呢也是能够让透过因为这个诸佛菩萨他们的功德力福德力，所以使得呢这样的伞盖也能够满足一切众生的这种心愿，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而且这伞盖可以说是广遍3000大千世界，是非常的广大的，而且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像我们前几天这个噶玛巴900年的开幕典礼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的顶上就吊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伞盖，就制作了这样一个伞盖，很大的一个伞盖放在这个舞台的顶上结果我们当时就想说呢，这个伞盖就要尽量做大嘛，因为呢要象征的遍满3000大千世界。结果呢一开始就做得太大了，然后就吊不上去然后像这个刚刚讲到的灯烛比如说像这个日月星辰，或者是说有些模拟宝，那个模拟珠就是可以让这个白天跟黑夜没有分别的这样有照明的这种效果的，都是可以作为灯烛来供养。然后还有像各种的轻薄柔软的，还有温暖的或美丽的衣服，那这些也是很好的供养。还有香水也就是说整个这个3000大千世界呢，最好的这个香水，最芬芳的这些芳香的水，然后都拿来去献供养，洗净这个为诸佛菩萨这个洗净。所以在这里讲到墨香烧香那这里是指说能够涂抹的或者是燃烧的等等这些芳香。再讲到一一皆如妙高具，我悉供养诸如来也就是说我们用最好的最殊胜的庄严，最好最殊胜的涂香墨香烧香华曼等等呢，我们全部都这个陈设都能陈列出来，然后而且呢全部都是如同这个如山一般的这种广大。那这里也是指说呢，就是令欢喜的意思也就是做这个藏文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所有令人欢喜的物质都让它非常广大的充满。
所以当然对于佛菩萨来说呢，就是所有这些供养或者是喜乐呢都是无漏的，当然有漏的话呢就不成为是佛菩萨他们的这种喜乐。但是呢在这里呢是说让一切的诸佛菩萨因为我们的供养而都能够获得，就是都能够感受到无漏的喜乐喜悦。一般我们说供养好像就是说我们会摆设很多的物质，然后各种供养的东西，所以就叫做供养。但是这样讲没有什么不对，但是真正的殊胜的供养呢，是说是透过各种的物质的供养以及供养的行为呢，让就是说一切的诸佛菩萨呢是要让他这个真正产生一种喜乐，就是自他有一种真正的欢喜喜悦升起的，所以这才是他的重点。所以就是说透过一种任何的供养，然后呢令升起一种真正的喜悦喜乐。基本上在藏文里面我们讲供养的话是叫屈巴哦，但是在这个印度文里面呢，他所说的这个供养的意义哦，就是这个词本身它的意义是比较更深刻的。也就是说让这个我们心中升起一种无漏的喜乐，那才是供养的意义。所以任何我们修持的法呢，它都是要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的，不能对治烦恼的法，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法。所以即便是供养，它也要是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而供养它是对治我们哪一种烦恼呢？它就是对治我们的贪吝吝啬的这种烦恼。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会非常的狭隘，非常的坚吝吝啬，所以这也是属于一种烦恼。所以因此当我们拥有的时候而不愿意去分享跟供养的话呢，那可以说就是一种，然后或者是说呢你自己拥有，然后你才只是做一些少分的供养的话，那么这也都只是一些就是不清净的供养了。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留着自己一些好的部分自己用，然后分出来的一些剩下的多余的，然后拿去做供养等等，那这些都也算是不清净的供养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藏族人会供养那种酥油膏啊，或者是酥油给佛陀，有时候我们会想想佛陀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些酥油膏跟酥油这些东西哦。那其实对佛陀来说，对他们是没有差别的。对于佛菩萨来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白话来说吧，佛菩萨他们的目的是在于要令一切众生远离痛苦。但是远离痛苦是要具备远离痛苦的条件跟因缘的，就是有具足的条件因缘才能够远离痛苦。而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圆满福德资粮。那么圆满福慧资粮并且尽除罪障，当这两个条件具足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远离痛苦。所以因此佛菩萨他们就是
我们积聚福德资粮与净除罪障的一个榜样，也是我们效法学习的对象。所以因此对于积聚福德资粮，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亲力亲为的。如果我们都能够很好的去做积聚福德资粮跟净除罪障的这些行为的话，那么自然我们就会是离成佛，或者说离佛果是越来越近的。就好像日月星辰树木山河，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就是所有无主人的这些物质呢，都或者是这个外在的世界，都是我们可以拿去做供养的。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很多人呢，比如说都是画一个区域，画一个地，说这是我的地啊，这是谁的地，属于谁的，所以都是好像都变成是有主人的了。好像都是觉得说这是我的，这是某个人的。可以说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欲望就是越来越重了。那事实上我们不在于你供养的物质是什么，而是说一切呢都是在于你供养的那一念心才是重要的。而且我们在供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带着一种信心跟前进。也许你可以真的准备出非常丰盛的供养，但是呢，关键根本还是在于你是否有一个虔诚的信心。就像我们各个寺院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寺院就算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没有很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能够说准备好像比如说画出一个四方的地，然后在这样的地上准备一些花朵，准备一些这个好的树木或好的一些供养等等呢，来作为代表，就是去供养诸佛。所以其实这样子虽然看起来物质不是那么的丰富，但是呢这样子也能够是成为一种很充分的，就是说很具德的供养。那我们也会说到呢，其实供水是最好的供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会真正的去执着水，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对水呢没有太多执着的心，因此我们说供养水也是最好的供养了。所以总归来说，就是要带着信心去供养，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接下来讲到无上的供养就是我以广大圣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在这里呢是说对于一切登地的菩萨们，普贤菩萨、诸佛菩萨，向他们去供养。但是要怎么去做供养呢？所以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幻化出无数的自己，而每一个自己的每一个毛孔又幻化出无数的自己，然后呢用各种各样的殊胜的供养，然后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国土以及十方诸佛菩萨，然后呢我们都去陈设一切的供养，而且是无量劫我们都不断的要这么去思维的去做供养。当然对于那些登地的菩萨来说，他们是真的能够这样做到的，就是透过他们的愿力，然后透过他们的这个威神力，他们就能真正说化身出无数亿的自己，然后去陈设庄严一切诸佛国土。但是像我们来说的话，我们
如果说只是发起一念心，说我想要去供养十方一切诸佛菩萨，然后我因为对普贤行愿有信心，然后有这个信仰，有前进，然后我也要像普贤行愿所说的这样去做的话，虽然也许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只能够准备一点点的供养，但是我们的心却能够将它想为是这个容器呢有如这个3000大千世界一般广大，里面的供品呢可以说是一切世间的最殊胜的美妙的供品，而且是这个受用不尽，源源不绝。那如果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心，然后我们用这种供养海去供养给这一切佛土海等等呢，就是让这一切诸佛菩萨都能够去受用，然后去供养他们，那就是透过我们这种我们的观想跟思维，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菩萨一样真正的去化现出这么多去做到，但是我们也能够透过一念这种心愿跟我们的心意，然后这样子的去观想去供养的话，那么这也会是有很大的利益的。好的，这个说太多的话，也就这个时间大不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跳到讲到一个故事啊。在这里供养的部分就有一个故事，过去在佛陀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这个提婆长者，那这位长者他在死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子嗣，他没有孩子，所以那个时候的传统，如果你没有儿子的话呢，那么你家的所有的财物，那就是要交还给这个国王，交还给国王皇宫。于是呢，在这个长者死了之后呢，于是这个就他所有的财物就交还给了波斯匿王。然后这个国王呢，他是这个王舍城的，就是这时候王舍城的这个国王波斯匿王的这个时候，正好佛陀也住在波斯匿王，那这个波斯匿王就收到了这个长者的财富，他就算了一下，然后呢他就跑去见了佛陀，然后波斯匿王就跟佛陀说啊，这个提婆长者他家里有8万两的黄金哦。但是呢，这位提婆长者他在生前的时候呢，其实过得蛮很节俭，就是他的车子呢也是非常的简陋，他穿的衣服呢也是非常的贫瘠哦。所以这个波斯匿王就问佛陀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这么富有，这么有钱，但是为什么他过得这么的清苦呢？于是佛陀就说啊，一个吝啬的人哦，他不会将自己的财富拥有分享给别人，而对于这样子的人，就算他拥有了财富，但是他也是没有办法受用，没有办法享用到的。但是虽然他这么富有，但是这么的有福报，但是之后呢，他也会因为这种奸佞的这个因素，而之后呢会投身到地狱去了。它就好像是呢，你这个一个农夫，你只会收成，但是不知道播种一样。也就是呢，他那一生，他所有的福报都成熟了，福报都发生了，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将自己的福报呢继续的延续，继续的增长，所以福报受完了就没有了。所以佛陀又说起了这个提婆长者他过去生的一些情况，因为在这个燃灯佛的时候，那
那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大阿罗汉呢去乞食，也到了这个长者就是他前身的家里。那当时呢，这个长者就升起了信心，想要去这个供养给这些阿罗汉们。然后于是当时这个长者他就发愿说啊，我愿我生生世世呢，因为供养的功德，就不要堕入恶道，而且能够受用福乐、福报，受用各种福报。可是呢，很快的这个长者他就后悔了。他就觉得说啊，去供养给这些比丘阿罗汉实在是没有意义哦，还是别做好了，就心中就升起了后悔的心意，还不如把我这些财富就给这个发给我自己家里的这些佣人仆人好了。所以呢，因此因为他当时曾经发愿，所以呢也使得他今生变得非常的富裕，但是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做到，而且之后后悔了，所以呢之后使得他虽然富有，但是却没有真正能够享用到他自己所有的财富。就算是他有8万两的黄金，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真正享受到自己的富有，他还是过得很贫穷。所以这时候波斯匿王，所以其实呢佛陀又说，当我们能够供养布施的时候，我们才会让自己的善德福德呢越来越增长。那这时波斯匿王就说啊，那他就开始发愿说，从今天起呢，我都要对于一切的比丘、梵志啊，还有婆罗门要去供养，但是我是不要供养外道的。波斯匿王就这样发愿了。但是佛陀马上又跟波斯匿王说，你不要这样想哦，一切的众生呢都是靠食物而生活的，所以呢我们要对所有的众生都要能够去布施。如果我们能够做广大的布施，这种布施的心从不消失的话，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遇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就是善知识圣者，然后也在我们呢，让我们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呢，能够遇到亲近的这个圣者对象，然后让我们能够成就佛道。所以这边殊胜的供养，我们常常会想说一些很美好的东西，很好的东西我们都自己留着，不想给别人。那这个我们觉得还可以的不怎么样的东西呢，比较容易舍得的，我们就可以给别人。所以我们不是这样做，而是说任何我们喜欢的，我们自己也喜欢，自己也很欢喜的，也非常美妙的东西，我们都也能够在没有一种贪着而且毫无吝啬的心态之下就布施供养出去，那这才是真正的供养。就像很多人他们有着这个缺乏饮食的痛苦，还有一些人缺乏医药的困难，所以我们都要看到所有众生的这种缺乏，然后我们都要尽量的去布施，去满足众生的需要。那如果我们能够不断的锻炼我们自己的心，这种布施的心，那我想会有一天我们就真正能够做到就是广大的供养，而且能够源源不绝的没有穷尽的去做广大供养的，那这个一天就是会发生的。然后还有再讲一个故事，像有一些这个纪录片哦，
像好像有些孩子他们得了白血病，所以好像常常都要去换血，所以是非常的痛苦，而且呢花非常多的钱。这是一个纪录片的报道。然后那这个孩子他也在读小学，那他的同学们呢，虽然大家都是小朋友，然后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那种铺满啊，这个妆前的小铺满，结果同学们都将自己的这个铺满，或者是自己收集的一些，比如说小熊啊、小狗、小猫的这些布偶，都是自己喜欢的，他们就拿出来义卖，然后得到了一些钱呢，全部都来帮助这个得了白血病的小朋友的这个同学。但是像我来说，像有的时候我也会做这个，比如说美金1万块啊、2万块的这个供养，其实对我来说不是做不到的事情。可是每次我这样做一些这种供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丢脸。为什么呢？你看看那些小朋友，他们是真的呢，是用一种完全的真心，然后即便自己也是没有的，但是他们都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这个努力的，要能够收集一点点这个资源来帮助他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想想，我们的这种供养还真的是让人觉得很不好意思哦。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只有1块钱，但是我们也都是要带着一念，就是要上供下施这样子的一种心情。所以其实布施也是一种我们心的锻炼，修持我们的心。就是我们总是要想的是，我要成为一切众生的依护跟依靠跟守护，就是要去帮助一切众生，去滋养一切的众生。就是布施，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锻炼我们的心，这样的去想。那再讲到是忏悔不过本来忏悔应该是今天要说的，不过看起来时间也到了，那我们就把这个忏悔的部分到明天再说。那我今天先做一个简略的讲说。那这里是我其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一般我们不论做任何的罪业，我们都是要去忏悔的，我们都要认识到说我做错了，要有一种后悔的忏悔的心，那这样是真的最好的。但这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更要就是说发愿是要去守护戒律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去发誓说我们要守护某一些誓愿世界，但是之后我们可能造了一些罪恶，那这或者是犯了一些世界，那这会让我们这一生都会觉得有的时候心上好像都有一个污点，或心上都会有一个就是说不舒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呢做了一点小错误，但是这不会对我们人生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有时候我们如果是毁犯了你的世界，就是你做了很大的誓言誓愿，结果呢你却毁犯了，那这个就会对我们就是说在心上造成很大的一种影响跟阴影。所以说我们对于过去呢我们所发的誓愿，我们都要就是说能够去持续我们的誓愿，而且要对我们对于我们所犯的这个誓言或犯的世界呢，就是要去忏悔。这就是一个简略的忏悔的部分。那明天我会再就是广泛的详细的去解说忏悔。那
接下来就是要禅修了。那今天该修什么呢？一般来说呢，对于等虚空的一切众生，尤其是在这个世间的一切众生，我们都是互相依存着而生活着，不论是食物或者是衣服，我们也都是互相着依靠而才能够拥有，才能够受用的。比如说我们穿一件暖和的衣服，那么这个来源可能是从一些众生身上而截取过来的。如果首先没有那样的众生跟动物，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材料或做衣服的原料材料，然后之后它会要到工厂去制作，于是在工厂里面还有很多制作衣服的工人，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够有这样一件衣服。所以可以看到一件衣服的形成，就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它是经过了成千上万的一种过程跟步骤。所以因此在每一个过程中的众生，对我们来说都是恩德很大的。所以其实另外一方面也要想说呢，就是能够有这成千上万的因缘而造成了我们今天身上能穿上这样的衣服，这实在是非常不可思议。当我们能够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呢再这么自以为是的觉得一切都是靠着自己而得来的。有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其实是这么想一想是这么有福报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呢不看到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而反而呢就是东想西想的，东抱怨西抱怨的，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再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在这个上密院的时候呢，我去这个在寺院呢绕寺。那时候的这个微风也是蛮凉爽的，所以气候非常好，所以我就去绕一绕走一走。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都在想说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幸福，比如说我们会得到一个车子，我们会有新的朋友，我们会有新的房子，我们总是这样想说我们会再得到更多的幸福更好的东西。但其实我们是否真的得到很快能得到新的房子、新的朋友、新的车子，其实这都是还未知数哦。可是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当下这一刻，你就已经是活在幸福当中的，你就已经是拥有着幸福的。我们不要想太远，其实我们光只是想到我们现在能够不中断的呼吸着，我们能够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都能够不断的在呼吸着，因为当呼吸停止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死亡的时候。而我们现在能够这样持续不断的呼吸，而且还有氧气，
而这个氧气，我们能吸到的氧气也不是它自然就存在的，而是有各种的植物，然后这个制造出了这些氧气。所以说从一开始有各种的花草树木的生成，然后它们制造出了氧气，然后呢这个过程那是这个上亿年的一种时光，然后经过这么久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氧气存在于这个地球上，然后到今天我们能够有氧气，能够呼吸，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而且多么难得的事情。有的时候想一想啊，我们现在还能呼吸，这多开心啊。很多时候我们要特别去制造很多的这个条件跟机会，然后才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东西，甚至有时候还不一定能得到。可是你想一想，这个氧气却是这样经过上亿的年的时间自然的生成，然后让我们今天就能够呼吸着，就能够吸到氧气。想一想，这已经是多大的一种福气跟福分了。所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间上，都是互相彼此呢，一个依靠着一个，一个连接着一个而产生的，而生活着。所以因此我们要真的要去想一想众生的恩德，这一切万物对于我们的恩德。所以现在我们3分钟来思维这一切的恩德。